師傅，拍完《西遊記》唔使再取失經，不如搵間屋住啦。係啊，日日坐舊石，我個囉柚就快坐到流血啦。善哉，咁我哋搵個地產經紀幫手啦。我有個靚女經紀朋友，我即刻搵佢。各位，呢度坐北向南，鳥語花香，吸啖空氣都清新啲，全城首選啊！師傅，呢度好臭，好多烏蠅啊！快啲走！死肥豬，冇鬼用！頭先做咩唔幫口？肥豬，你集集都俾靚女呃。五能色字頭上一把刀，呢招咪小李飛刀。師傅，寫住 You On Life，附近搵樓好幫手啊！哇，我哋附近咁多人做地產經紀，樓下整饅頭嗰個阿梅原來都係做地產，就搵佢。呢度空氣好，家私齊，即買即住，業主仲平50萬。阿梅好專業 ，You On Life 果然名不虛傳。靚女，一齊食飯研究下間屋啊！打到你變豬肉乾！哈哈，想搵好經紀，住好單位，梗係上 You On Life 啦。地產經紀可以免費登記 You On Life， 令屋企附近客戶一 click 就扣到你，生意快速增加。快啲上 You On Life 登記啦！